Hello 啊！一講原生家庭，好多人即刻以為係咪又要鬧爸爸媽媽呢？其實唔係㗎吓，歸因同歸罪係兩碼事嚟嘅。歸罪係全部都係你哋害我嘅，歸因係我今日同人相處嘅方式，可能係我之前喺屋企學翻嚟嘅模式有關嘅喎。嗱，一個人嘅成長，唔係為咗得閒就開個家庭審判大會㗎嚇，係為咗睇清楚自己而家用緊呢套嘅做人方法係咪咁適合自己嘅。嗱，舉個例子啊，有個人翻工做小組嘅項目，一見到同事遲交啫，佢即刻變咗另外嘅一個人，佢開始定規矩啊，以後每日5點鐘之前要 update，所有嘢要先俾我睇過先。唔好再臨急抱佛腳啦！嗱，講完之後啊，成個 team 靜晒，跟住佢翻到屋企又好內疚喎，心諗我頭先係咪太惡啊？人哋會唔會唔中意我啊？於是第二日又開始補鑊啦！講笑啊，請飲嘢啊，扮冇事啊咁。嗱，你睇到冇？佢一時間用控制，一時間用討好，但呢兩個極端都唔一定係佢真正舒服嘅方法嚟嘅。點解呢？好多時原生家庭入面，我哋會不知不覺借咗父母外在本性嗰套方法。可能爸爸以前一有問題就立規矩㗎啦，可能媽媽以前一有衝突就叫大家忍下。久而久之，你以為嗰一套就係做人應該係咁㗎啦。但係問題係，父母嗰套方法未必適合你自己嘅本性組合㗎嘛。唔同人嘅人際關係處理有自己嘅偏向嘅。有人想定規矩，有人想人哋中意自己，有人想顧住和諧嘅關係，有人想證明自己冇錯。呢度就可以用 LESC2 分析一下。L 本性重視權威成果效率，但容易用規矩控制結果去建立自己嘅地位。佢心入邊係我就係最啱揸旗嗰個人㗎啦。E 本性重視快樂，成為眾人嘅焦點，新鮮感。佢最容易用表達啊、幽默啊、得人中意去建立自己嘅自我價值。佢心入邊諗人哋 like 我先覺得自己有 value 㗎嘛。S 本性重視安全感、關係穩定被需要，佢容易用照顧啦、讓步啦、維持氣氛啦，去保住大家嘅和諧關係。佢心入邊一句係：我唔想關係變差，我唔想氣氛變僵，我唔想大家變得唔舒服。係咪好偉大呢？ T 本性重視完美、正確、標準、深度，佢容易用道理分析證明自己冇錯，去保護自己。佢要清楚，佢要合理，佢要唔可以錯。所以原生家庭唔係用嚟怪父母，佢係用嚟問自己3個問題：我學咗父母邊一套處理嘅方法？第二，呢套嘅方法今日仲幫唔幫到我？第三，乜嘢方法先至係真正適合我自己嘅本性組合呢？嗱，你而家靠乜嘢嚟建立你自己喺人群裏邊嘅位置㗎？權威、被喜歡，靠保住大家嘅關係，定係靠完美執行嚟保護自己嘅感覺？想知道自己適合用邊種方法同人相處嘅話，可以做 LESD2 本性組合解碼測試。測完唔係為咗多一個social label， 係為咗睇清楚自己點樣處理人際關係，你先至會唔用細路仔學翻嚟嘅方法去處理自己成年人以後嘅人生。我哋下次再傾，拜拜。